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節目。香港嘅朋友咧，工作壓力大啦，生活比較急促同埋緊張，所以喺辦公室嘅時候都未必可以好似我哋傳統功夫茶咁開壇作法咁沖茶喎。當然啦，我平時喺茶室自己一個人工作嘅時候咧，都會喺電腦面前，亦都未必咧會咁方便一泡一泡咁樣沖茶。所以今日咧都為大家介紹一下喺辦公室裏邊點樣去有效沖茶，令我哋好輕鬆、好簡單，又唔影響工作之下去享受一杯茶。我今日介紹2個杯俾大家，方便各位咧好輕鬆咁樣去沖茶。包括一個咧就係月牙杯，一個咧就叫同心杯。其實泡茶之前咧，我哋要定好品茶嘅目的、飲茶嘅人數、沖茶嘅工具，之後就考慮泡茶時嘅落茶分量、水溫以及浸泡茶葉嘅時間。呢一個係沖茶裏邊好重要嘅三角關係。如果公司自己一個人飲茶，目的都係有杯茶潤下喉、放鬆一下。用呢2款茶杯咧，確實係好方便以及有效去沖茶。同心杯裏邊咧就有濾網，茶葉放多咗都唔驚，因為咧浸到咁上下茶葉出味，就可以拎走裏邊嘅茶格濾網啦。想沖泡另一杯茶嘅時候，就將茶格放翻落杯裏邊，再加熱水去沖茶，又唔怕茶湯會太濃啦。另外咧，我都好喜歡用到月牙杯。月牙杯咧，杯裏邊咧就有一個月牙形狀嘅濾格啦。咁我哋會直接咧將茶葉放落去杯入邊啦。由於月牙杯裏邊咧冇一個可以攞翻出嚟嘅濾網，所以我哋係直接將茶葉放喺月牙杯裏邊浸泡。所以我哋落茶分量就要落少啲啦，因為茶葉係會長期浸住喺杯裏邊啊嘛。咁我哋攞2克茶葉放喺月牙杯入邊，直接落熱水沖茶。大概浸翻2-3分鐘就可以飲茶啦。我哋可以用到月牙杯有網格嘅位置去飲茶，咁就避免成口都係茶渣啦。有人擔心茶葉長時間浸住會唔會太濃，對身體唔好啊？我哋落2克嘅茶嘅話，茶杯嘅容量咧體積相對大，按比例咧茶葉浸泡幾分鐘先至能夠達至合適嘅濃度。沖茶就係呢個道理啦，用唔同嘅工具控制好落茶嘅分量，掌握浸泡茶嘅時間，以及用適當嘅水溫，乜嘢工具都可以沖好一個茶。如果茶湯太濃咧，其實都會容易刺激我哋胃酸分泌，影響腸胃嘅喎。所以當我哋用呢一啲咁簡便嘅工具嘅時候，我哋就要考慮，如果呢個杯係長時間浸住茶葉，我哋只要落茶量減少，就可以避免茶湯太濃呢個問題啦。如果咧你想咧慢慢品嚐茶葉細味茶葉嘅滋味同埋香氣，我哋就會比較建議用翻傳統嘅功夫茶，一泡一泡咁樣將茶沖出嚟啦。今集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其實沖茶飲茶都係一件好輕鬆快樂嘅事，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工具、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喺唔同嘅環境裏邊享受一杯茶。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更多。